来乡亲啊，继续是正大消息。来看国民党的鲍昆萁结束着中国的行程，今仔日率领国民党的立委来发表着成果，讲这座是要互两岸来扬兵。尤其中国嘛，借这届的机会，提出着几啊项友善台湾的政策，而且阁来开放福建的居民会当到马祖来游览。不过，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不以为然，伊来批评中国是咧用屠杀。用屠杀是股市的一个术语，股市的大户先来制造股票会起的消息，等散户对咧买，就继续扭悬着股价，互散户食着甜。啊，当这个散户大量买入，股价涨悬了后，大户才来卖股票来赚大钱。郭建明是批评中国是咧用屠杀，讲鲍昆萁这座行程根本就是咧卖台湾。国民党立委排规排，拍婆啊，营造凯旋归来的气势。带头的党团总调鲍昆萁，这次去中国访问真满意。国民党的一小步，却是在断线8年以后，两岸的一大步。我们此行带回来给台湾人民一个丰硕的成果，包括现在大陆全面启动30个主要城市的航点，对台湾做海空运的直航。鲍昆萁这次中国文旅部有配合，宣布恢复福建人到马祖旅游。另外，并谈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啦、复航了后，会阁开放团客来台湾。针对花莲大地档，阁要加码架户组合处，敢若是要展现无限的善意。这个丑陋的国民党立委目我而观，这是早就密谋好、串通好的政治大戏、政治骗局，给这个护中团的所谓的恩惠礼物。是2套杀3部曲。这个讲，如果是以商逼政的手段，经济离岛哪有可能无条件？中方唔但要求国民党团针对反渗透法等等不利两岸因素，希望讲有所改变。嘛，放下讲希望修改国安5法，爱国民党伫这个会期拍拼排除台湾牵涉批评人员到中国身份限制，要放上两岸金流往来，因不就惊台湾香港化。事后的代价是什么？是不是进行了政治的交换？赖清德先生都已经表示，共产党希望能够跟民进党来对话。那如果两岸的交流就是所谓的出卖台湾的话，那赖清德，那是不是你也在准备出卖台湾？加大清的话讲，唔通互两岸兵凶战危。伫前总统马英九前卡去访问中国了后，国民党后卡随到，新政府要上任进前，嘛互这个红色的警报一直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